各位香港嘅朋友，你哋係咪日日都搞到自己好似好忙，望住個鐘時間就咁過，但係自己就好似停滯不前，因為咁成日都覺得個腦塞住，轉數慢咗，諗極都冇 idea， 或者收工返到屋企，明明想同屋企人好好傾下，但係三言兩語就搞到火星撞地球，甚至乎夜晚想好好瞓一覺，但個腦仲係不斷碌啲工作嘢，搞到眼光光瞓唔着。假如你係在職人士、創業或者生意人士同企業老闆，日日為事業搏殺，成日都覺得長期壓力爆燈，搞到決策慢半拍，創意靈感都流失晒，呢個就係你嘅救星，因為我哋係全港首創，透過獨家專利高科技，大腦激活變頻聲光眼鏡儀，直接針對你嘅大腦神經元，幫你優化腦功能，即刻提升決策效率，令你靈感全員都翻晒嚟。喺短短3個鐘頭活動，幫你個腦做個深層 SPA 兼即時升級，從此令你工作事半功倍，人際溝通都順暢晒，事業更上一層樓。如果你係父母家長，作為父母，成日都為咗屋企人關係而煩惱，想同仔女或另一半溝通得好啲，但又唔知點入手。我哋呢個心靈遊樂園結合獨家表達藝術、凸牌桌遊同傳承最準嘅 MBTI 多元人格認知，唔單止幫你睇清自己，仲會教你點樣讀懂你屋企人嘅心聲。你同家人嘅相處會變得更加融洽，溝通零距離，家庭生活 sweet 到爆。假如你係退休人士，想好好享受退休生活，但又擔心冇晒工作寄託，記性又開始差，又想保持身心活躍同健康，我哋活動係為你而設，整個會係一個沉浸式嘅旅程，幫你放鬆身心之餘，仲會透過大腦開發活動，幫你保持認知同記憶力活躍，喺短短3個鐘，揾翻你內在嘅平靜，令你退休生活過得更精彩、更健康，真正樂活無憂。又或者你只係純粹好想提升自己，無論你係想提升自己氣場，抑或想增強財運，令自己由內而外都閃閃發光，我哋唔單止係一個活動，仲係一個從大腦視覺探索到自我表達，再到人際溝通嘅奇妙旅程。最終目的係幫助你達到身心財富全面平衡，活出你真正個人嘅生活智慧。當你身心平衡，自信心翻晒嚟，個人氣場自然強勁，財運同好運都會跟住嚟，你嘅人生從此閃耀發亮。閃耀時刻係一個你從未體驗過嘅心靈遊樂園，用最簡單輕鬆又有效嘅方法，喺短短3小時內帶你進入內在探索嘅奇妙旅程，揾到真正嘅自己同埋解決方案。名額有限，如果你都好想為自己人生重新啟動，唔好再等啦，立即報名，幫自己爭取一次閃耀嘅轉變，活出你最想要嘅人生。